讲到疫苗要来台湾啊，不过疫苗所需要的冷链技术要安怎克服？听讲华航将会负责疫苗运送任务，不过华航对我表示讲，目前也未接到通知。至于中心是强调讲，这个疫苗运送方式将由 COVAX 来决定。不过，国内有一间新的公司已经研究出一款的疫苗行动冰箱，满伫过年前完成啊。带恁重新来看这个头一摆公开为台湾到新加坡的模拟运送过程。工作人员将物流车顶银色的箱仔真细致甲搬落车，再搁送入大楼内面。入到室内了后，为一般的客运电梯就使搬到指定的地点。这就是上届新的疫苗行动冰箱，头一摆公开模拟画面。这个疫苗行动冰箱用1礼拜时间为台湾漂洋过海到新加坡，甚至连搁转来到台湾。整个过程，不管室外环境有偌热，冰箱内面的温度拢要维持伫零下70度的低温。零下70度，就是目前各国研究出来疫苗中要求上较严的低温环境。我们就是直接推到现场去，然后现场就可以来做相关的施打。施打政策很重要，它储存之外，怎么样去妥善的？因为最重要是要打到人体里嘛，不是说我买的越多我就越安全。模拟运送疫苗选伫高温，而且是已经出疫苗新加坡来进行。2月13为新北市的邦桥出发到桃园机场的华航仓库，过两天飞到新加坡，经过一暝了后，7日才为新加坡飞转来台湾。3天后由中型物流车接手运送，为桃园机场运送到新北市的邦桥，全程拢要维持零下70度的气温。不过为了应付机场的仓库无度供电的环境，嘛设计24小时无供电的状态。一卡会使放39000支辉瑞疫苗。COVAX 的话，它是有委托的一个机构，运送的过程、运送的工具、运送什么，他们会再做安排好了之后来通知我们。听讲华航会负责疫苗运送的任务，不过华航也未证实。刚才强调讲已经有冷链空运的技术，不过关键的陆运要安怎进行，真侪生意人拢想尽办法要争取疫苗运送的冷链商机。